迪士尼党委音乐会的男高音甲女高音，再来好听的经典歌曲，让大家的观众欢声不断。Be our guest, be our guest, please be our guest。今年的台南国际音乐节迈入第4档，以时代之声为主题，总共12档13场次的音乐会，斗阵台南世界交杯。那今年正好是台南400年，所以文化局非常的用心规划今年的一系列的节目，将国内外知名的这些重要的音乐团体，还有这些音乐家都邀请到我们的国际音乐节。这次除了有第1摆来台南的维也纳交响乐团，要演奏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还有知名小提琴家奥古斯丁、黄俊文，以及小提琴天后穆特。And I'm greatly looking forward to my recital program in Tainan on the 8th of March. 另外，还有整场受到亲自欢迎的音乐会，迪士尼《美女与野兽》党委交响音乐会就是其中之一，嘛包含足数慢波等无同风格的音乐演出，相当多元。让台南国际音乐节成为一个台南的乐迷去欣赏跟了解这个国际表演团队的一个重要的平台。今年是台南400，特别邀请到作曲家石清如，替台南打造风起王城4部曲交响乐，将由台南市交响乐团在音乐节全球首演。未来台南也有属于家己的城市交响乐曲。台南新闻说话采访报道。